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带大家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阵西班牙正做欧洲当地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确诊的病例超过6000个。西班牙首相桑杰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欧洲疫情上界严重的意大利，累积到3月14，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2万个。不过，面对疫情，真侪民众也是真乐观。拍开窗啊，或者是伫阳台唱歌，就算全国封城，真侪意大利人选择乐观面对，用唱歌表达对抗武汉肺炎的决心。Oggi registriamo 527 guariti in più per un totale di 1966 guariti in più. Abbiamo anche 2795 nuovi casi, attualmente il totale dei positivi. 意大利民防局长普瑞里虽然先报告好消息，不过根据14上新的统计，意大利新增加3497件病例，目前总共是21157确诊，1441人死亡，死亡率差不多是6.8%。疫情主要也是集中在北部伦巴第，为7月以来病例数增加真济。西班牙14日天确诊人数新增加1544例，确诊超过6000例，195人死亡。总理桑杰士宣布西班牙进入紧急状态。伫英国一天确诊人数共款是增加超过340人，总共破1100人，各有21人死亡。其中一名出事只有几点钟的新生儿也确诊，是目前全球上细汉的患者。不过英国目前大型集会或者是体育盛事并无取消。台湾一届地主兴10号透早伫2010全英公开赛4强出赛，对上西班牙民众马宁逆转胜摕到决赛门票。全英赛举行加上防疫无够确实，后备招选手真烦恼。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将欧洲17个旅游警示提升到第3级，也就代表地主兴等人回来台湾了后，要先居家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疫情是拖无休，连美国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政府也提供500亿的美金要来纾困，但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把和得病的官员接触过，经过采检加载结果是阴性。不过，美国也宣布按3月16开始，对英国也有爱尔兰实施旅游禁令，防止疫情搁再拖开。美国的武汉肺炎拖真紧，已经有超过2000个确定病例，和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13宣布全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提供500亿的美金联邦资金来纾困。第一阶段纾困法案嘛，伫众议院以300多票比40票真紧通过，就连川普嘛伫推特面顶表态支持，会提供武汉肺炎免费检疫，而且佮提供受到疫情影响的劳工有薪水病假。Put families first with paid sick leave, paid sick days,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n other issues that relate to 3 things: testing, testing, and testing. 那是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伫头一届检疫了后，结果真做阴性，会伫后礼拜进行第2届检疫。因为疫情，除了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外，还有西班牙。另外，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因为发现为国外意大利回来了后确诊的2个首例，所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Enfrentarlo, así que procedo a firmar, a decretar el estado de alarma constitucional que nos lleve hacia una situación plena de enfrentamiento y confrontación de esta epidemia. 另外，原本无病的国家像瓜地马拉、乌拉圭、几内亚共和国、甲台湾，伫非洲为一个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嘛，陆续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女性外交官12号确诊胃着，正做联合国纽约总部头一个确定病例。联合国嘛宣布，纽约总部所有员工除了必须伫现场的工课，未来至少3个礼拜拢必须伫厝工课。即卖已经有真侪国家，包括挪威、波兰、捷克这些欧洲国家，佮宣布锁国禁止外国游客入境。沙特阿拉伯更加是为10号开始停飞所有国际线的航班2礼拜。记者李上报道。
咱甲镜头转登来台湾，国内各增加3个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包括一个驶飞轮机的外籍副机师，也有2个住伫咧北部30多岁的查甫人，因3个人拢捌去过欧洲。即阵台湾计共有53个人确诊。另外，因为欧洲的疫情继续伫咧拖，台湾已经甲欧洲27个国家，也有杜拜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上悬的层级，加做第3级的警告。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搁再增加3例。第51名个案是30多岁荷兰籍男性，而且是外籍航空公司的副机师。伊3月初9因为执行公务对荷兰来台湾，初10入境。第2天因为喘气困难，到病院急诊看医生，因为有肺炎，经过采检了后才确诊。案例52例是北部30多岁本国籍男性，伊2月底3月初捌甲2位朋友经过土耳其转机到瑞士甲法国过世，3月初8返来台湾4天了后出现症状，经过采检确诊。案例53例是北部30多岁本国男性，伊是2月底3月初到德国出差，回国了后出现症状，检验了后确诊。他是跟着飞机过来的，所以在里面他呢有症状之后检疫，那他们的机组也已经回去了。当然我们也会通知荷航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考虑武汉肺炎境外移入个案已经有26例，尤其欧洲疫情快速上升。病例数超过3万例，所以指挥中心宣布，除了已经列入第3级的意大利以外，对3月14下晡2点起，欧洲新冠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新冠区国家，也有英国、爱尔兰这27个，以及杜拜含转机在内，旅游疫情建议拢提升到第3级警告。以上这个国家入境旅客必须伫厝的隔离检疫14天。从今天这样的2天起，已经登上飞机的，那仍然维持回来自主健康管理，但是会加强的来做。然后第2个就是说，还没有登飞机的，那到国内入境以后就是居家检疫14天。另外，最近美国疫情提升，指挥中心也甲美国华盛顿州、纽约州、甲加州这3州旅游疫情的建议提升到第2级警示。另外，搁再过2个月，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要在瑞士的立台活调开。媒体问讲，今年争取参加的策略有啥物无共款？但市长强调，会让世界看到台湾，增加对台湾支持的力量。当然，我们会持续的去争取。那不过，我想在今年的整个的战略上面，我们都会走向就是说，希望让世界能够看到台湾，那能够增加对台湾支持的力道。而第2批武汉包机返来台湾的361人，即阵健康情形良好，继续伫集中检疫所做健康的检测中。记者自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啥物？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报纸。先来看联合报，英国公布上新的防疫措施。包括无被禁止大型的集会，也有民众若是有小可咧扫，或者是出现呼吸道症状的人，踮厝内休困1礼拜就可以。外界解读，英国政府是想要互6成的民众拢得病，等到因拢复原了后，体内就会有抗体，是一种提升民众免疫力的方式。不过，咱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这是因为英国的医疗体系无法度承担，才会采取安尼做法。强调台湾整个防疫的体系，即阵也个会坎折。来看自由时报，根据美国海地当地的媒体报道，讲咱台湾驻海地的大使刘邦迪伫咧一个小事件了后去互取代，讲这小事件风声是因为刘邦迪和海地总统摩伊士2个人伫咧讲话时阵未拄好。外交部长证实，刘邦迪已经返来台湾，不过原因是因为公务所以返来，表示台湾甲海地的政府无出现沟通相关的问题。咱来看中国时报。23岁姓王的查甫人，13暗时11点伫咧新店讲举刀杀人。代志发生20分钟了后，警察就抓到人，嫌犯讲是因为伊和太太2个人伫咧关家，情绪失去控制，袂记食药啊，也毋知影是安怎家己的犯案。嫌犯的律师强调，嫌犯并不是杀人，是伤害致死罪。不过法官并无认同，也认为这个嫌犯是杀人罪，裁定受压。过来，咱来看，即马去药局排队买喙安，变做是大家逐工固定爱去做的代志。毋过，伫咧台北市艋舺一间药局宣布无买卖喙安，因为顶一日发生有药师无细字，甲健保卡行互民众的时阵有订单，结果煞去互民众要求着爱磕头回失礼。药师工会谴责安尼行为，也讲会深入调查整个代志发生的过程。
药局门口打一张广告，病人呛药师讲，唔甘愿就卖发，所以就是无卖喙暗，互原本逐工拢排甲真侪人的药局外口拢无人。台北市艋舺一间药局日前发生，药师因为还唔着健保卡，被民众要求磕头会失礼，引起关注。以国外来比的话，我们台湾是很幸福的啦，很 lucky 啦。说实在话，真的，公家些，就大家互相啦，互相本来就这样，我人家药剂嘛是毫无性的嘛，对。伊袂这样，是咧外好谈啦。我们要去调查嘛，哈，如果对药师施暴或者这样的一个强迫行为，我们会处以最严厉的处分。保证全台有6500间药局，超过12000名人着投入防疫物资配给。民众买喙暗出现失控行为，药师工会严厉谴责，将提供药师相关法律咨询。台湾喙暗欠名者，互民众避免欠喙暗，互个个学路。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团组将邀请药师工会出席，分享成功经验。是有接到 FIP 给我们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都还在讨论中，我们认为还不是那么成熟。让台湾表现这么亮丽的成绩，可以去做一个发表，我觉得身为台湾民间的团体，我们乐意去那边提供这方面的资讯。药师工会表示，我近的南韩、欧台湾却因为制度无周全，政府强迫药局配合，颠倒引起反弹。那顺利成功前往世界卫生大会，愿意向各国报告喙暗欠名者的成功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有真侪产业也因为疫情受到真大的打击，因为中国也未全面开工，致使咱台湾有3个商款无法度进新衫入来卖，也有专门卖韩国衫的店家，因为回连机的机房减少啊，即阵无法度进货。店员将拄到货的生意分为2家，也毋过数量比以往少一半。另外一间专卖韩国衫的店家，因为往来韩国的班机减少，连进货拢有问题。涨2波了。就是空运会，它连续涨2波，大概涨到多了40%的运费啊。运费起也互成本压力增加，也毋过看卖啊，规条台中市的屯顶生意商款，就算是拜六也无看到真侪人，也是大卖商，只会当家己吸收。往年这个时阵，大卖商已经将热天衫上市，也毋过今年货架顶也大部分是春天的衫，也是长远的寒天衫。你库存的话，只能够稍微撑一下，大家一看啊，这个是旧的，当然就是不会去有购买的意愿。想要偌贵袂当换，疫情爆发以前，真的春天衫库存存偌济，也真歹应付市场的需求。天天相关主委分析，扣除2成来自韩国，有8成会员拢来自中国。也毋过目前产线还未完全复工，就算想要进本土货也无货通啊进。这款的情况也发生伫北部的5分埔，疫情冲击无法度出国拣货，到家转来要隔24天。也毋过会员不足，想要卖也无物件通啊卖。不能就是到大陆那边亲自看货，对，就比较麻烦一点。然后没有看到实体，我们也不敢随便叫货。业者讲，即摆人客落一半以上，就算利用网络线顶订货，也毋过品质真歹，确认毋敢订伤济。疫情冲击生意产业，这波寒冬爱继续偌久，无人有把握。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提升防疫的能量，新北市伫咧新店举行全国头一场模拟武汉肺炎社区感染的演习，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担任指挥官，出动国军也个国局处，计共450多人。管委会公布，社区敢有真侪人为着武汉肺炎，必须进行人员管制，禁止出外。若受爸母发烧，必须看医生，无人照顾囡仔，要全人斗3工来照顾。经卫生单位调查 ，A 栋有115户为接触者，需要进行居家的隔离。新北市就是早起举行全台头一场武汉肺炎社区感染大规模防疫演习，由市长侯友宜担任指挥官，并且动员各局处、国军加当地民众超过450人参加实兵演习，包括平常时伫厝防疫警备、伫厝检疫关怀、07个个案确诊等等。这个超前部署不是一句话，是要落实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你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指挥官侯友宜讲，8月发生大规模社区传播，确诊人数达到3000人以上时，会设立检查病院，由阿东病院协助收治同一患者，并且进行分流。新北市联合病院3重埔医区也清空，将患者收治在隔离病房。我们的新北市的政府是有计划、有步骤，那然后有温暖。然后今天我看到就是说，我要加上就是说有超前，有落实。
侯友宜强调，防疫超前部署，若是确诊的人数超过3000人，正伫规划甲退休的医护人员找倒来支援。新北市已经设好沿海风景袂歹的3栋隔离收治中心，提供无症状也是轻症的患者2000床的床位。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着惊防疫的出现空棚，司法单位即阵也唔敢大意，伫咧高雄也有台南的检警单位，最近拢利用较空旷的所在来侦查问话，也加强消毒。另外，汤圆路德分局也拍影片，提醒嫌犯若是需要隔离，有一寡代志得爱特别注意。巡逻警察伫个 ATM 提款机发现行为可疑的通缉犯，经过查证是伫厝隔离对象，除了通报救护车来到现场，甲嫌犯送回侦办。警察也赶紧穿着防护装备，通知警察局路德分局是全国头一个实施逮捕伫厝隔离嫌犯的演练。同时有演出错误的版本，然后及时做一个更正以后呢，演出正确的版本，让我们同仁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的治安工作以及我们的防疫安全的工作都能够兼顾。规个作业流程也制作真侪影片，互警察随时学习。不过，高雄检警进前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真正就是2月底拄对日本返来台湾，需要特殊检疫隔离的对象。地检署赶紧伫空旷的地下室设进门的所在，也用塑胶布给围起来。是属于独立的通道，不会跟我们一般进入本署洽公的通道重复。那并且通风良好。那另外，我们也特别将法台以及被告讯问的距离拉长到2公尺。台南地检署甲法院是更加进一步开始建伫市新侦查庭，伫警察局将假帮做好侦讯的所在。地检署甲法院拢能透过视讯问话，降低各方面人员接触机会。伫代替是伫全国20个车站，希望征求84名专业护理人员做防疫天赛。工作内容包含协助监控车站红外线测温器，让旅客体温。1点钟的薪水是158块。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扩大，日本北海道的疫情也变加真严重。伫咧南韩这边也爆出有电话客服中心发生群聚感染的情形，当地确诊的人数也一直增加，全国得病的人超过8000个。即阵也风声，伫咧北韩可能早就有人得病啊。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北韩一直讲因国内无病例。对此，驻韩美军司令艾布兰表示，怀疑北韩早就出现确定病例。It is a closed-off nation, so we can't say emphatically that they have cases, but we're fairly certain they do. Their armed forces has been fundamentally been on lockdown for about 30 days, and only recently have they started routine training again. As one example, they didn't fly an airplane for 24 days. 即阵伫咧中国疫情敢若有较弱，根据中国官方通报，确诊的病例敢若增加11例，其中7例是对境外刷入来的。毋过，进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病毒是有美军去画着，然后甲伊载入去武汉，嘛有风声讲美国国务院即阵已经表达抗议。中国疫情近来明显较低落来，官方通报数字13一天新增确诊11例，虽然比前一天的8例增加，不过7例是境外输入，4例来自武汉，这也是境外输入头一届超过本土新增。治愈率近1周均持续上升。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疫情形势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拓展。欧巴省也更新当地县市疫情风险等级，即马只剩武汉市犹原维持高风险等级，其他拢降低。强调疫情渐渐低落来，也毋过针对病毒到底法官主导位，中国甲美国伫推特上引起论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着立建议病毒可能是由美军炸来武汉。美国国务院13号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听讲是抗议着立坚的讲法。I did read one article, but I don't think that article was representative, certainly not 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President Xi. And they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We all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即卖疫情伫全球摊开，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WHO 秘书长谭德赛伫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个悲伤的里程碑，也以中国为例，强调积极措施对踪甲社会隔离会当预防并且挽救生命。This is a new virus and a new situation. We're all learning, and we must all find new ways to prevent infections, save lives, and minimize impact.
不过，潭德赛近期发现起起倒倒，引起网友批评。即马北京青官网更加出现要求美国提名咱国卫福部长陈时中取代潭德赛提案列书。对此，陈时中是表示，网络上的资讯参考一下就好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地方的消息。新竹县10大交通建设之一，其中一项关西外环道，因为这项建设有环团认为会造成环境也有噪音相关的污染，已经抗议过几落届。3月14，县府也搁再召开说明会，听民众的建议。不过有当地民众也是认为，这条外环道无一定爱开，会抗议到底。八里高关西交流道大概到年假，就定发生塞车的状况。政府为了要改善塞车的问题，计划一条连接关西交流道匝道甲108号县的外环道路。当地民众认为，工程路线主要拆迁着徛架，佮加上外环道可能带来噪音甲环境上的污染，因此反对。是非常的不合理，跟非常的荒谬，完全背离了征收的措施，所以我完全的反对，我绝对会誓死抗争到底。这个118外环道，当它要盖的时候，它就是有地形上先天的限制，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反对的理由。也就是说，关西的环境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则则喜，一则则忧。喜的是，大家终于等到了关西赛车终于有解决的一个方案。当然，有破坏就会有建设，难免会破坏到一些这个私人的土地。或住宅。县府方面表示，新版的外环道路路线甲之前无共款，已经闪避当初环团所在的农地，而且路线拢在都市规划的内底，对地内农产的影响应该已经减到上低啊。路线主要是限缩在我们的都市计划的农业区内就不去触碰非都的特农，所以这部分的对于一些良田的破坏就尽量就减少了。目前这条按算要新辟的关西外环道，有民众反对，也有乡亲支持的声音。安怎在正反两面摕到平衡点，恐惊短时间内佮破到解决。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新日看线，即阵咱来看高雄甲屏东，全世界强要长种的乌面腊杯，伫咧台湾过冬了后，最近就要飞转去北平探种。毋过有一个专门记录生态的摄影师，伊叫王定杰。顶个月伊头一摆伫咧台南记录到乌面腊杯拍种，也有造秀的画面，这也表示乌面腊杯有可能机会留踮台湾继续生活。两只乌面腊杯伫树顶用嘴挖来挖去，挖久佫也就是个跳来跳去，展现出恩爱动作。尾也佫翕到斗阵来作秀。记录乌面腊杯28年的生态摄影师王定吉讲，从来毋捌看过这种情形。等于是首次发现，一般黑面琵鹭它属于水鸟，它都是在水岸边土堤上，在那边觅食，在那边活动，但是站在树上是比较少见。这是伊第4摆发现乌面腊杯伫台南作秀，不过过去拢是私人的鱼池啊。这摆在树顶的恩爱画面，除了头一摆看到，也代表原本应该飞离开台湾，才会进行探死的乌面腊杯，继续出现愿意留伫台湾探死的行为，有机会成做台湾的老鸟。现在都比较温暖了所以这个气候变迁的时候，可能就让它有意识想留下来，不用每一年的迁徙。透过记录，王定基希望促使政府爱更加努力，营造适合乌面腊杯探死的环境。另外，伫高屏溪口加经休困的乌面腊杯数目也创下新纪录，到13已经有72只，是去年同期的1.5倍。那北返的先头部队有可能是到了我们高屏溪这边来停栖，做一个短暂的停留，所以这样子的数量就会比以往看到的还要多。2020年的全球普查也指出，乌面腊杯数量已经超过4000只，其中飞到台湾的有2630只，是近5年来上多。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如何？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气象资料。北部14度到21度，中部15度到25度。南部18度到26度，东部14度到21度，金马皮湖12度到22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